係咩 game 令主子玩到眼都唔眨喎？係我10分鐘用 Canva 呢幾日更新嘅 AI 功能變出嚟㗎。玩法勁簡單，15秒內係咁推個籃去接復活蛋同禮物。仲有啊，玩完呢隻 game 仲可以攞到我哋多 AI 嘅復活節限定優惠碼，用嚟報讀我哋任何課程，即刻減100。係咪好想知點整呢隻 game 呢？即刻話你知，唔使寫 code，喺 Canva AI Studio 打句嘢或者錄句音，例如整隻接復活蛋 game。AI 就即刻生成個基本 layout 俾你 ，boom！ 想效果再精準啲，可以用 ChatGPT generate 個詳細 prompt， 指定埋背景、角色、速度，再 copy 去 Canva AI， 效果 level up， 生成出嚟嘅效果唔係最啱心水，冇問題，直接同 Canva AI 講，例如將文字同埋設計元素改成藍色，佢就可以即刻生成第2個版本俾你對比。呢啲小遊戲除咗好玩之外，用得好 AI 工具仲可以幫你宣傳埋生意添。想學埋點樣用 AI 快速整 game，快啲留言試玩，快啲把握機會，一齊玩轉 AI 啦！